伫咧美食卖场有咧卖一款产品，叫做牛肉麻咸黑旺。不过，就有民众发现到顶头标注的牛肉产地数写甲6个国家遮尔济。台中市的食安处就表示，若是标示无老实，也是无明确，依照食安法，相当是会当罚到400万的。因嘛会过来调查看，敢有照实来标示。 民众来到美食卖场买物件，经一款牛肉的麻咸鸭血，不过详细看标示，这牛肉的来源竟然是写甲乐长，算算的包括美国甲澳洲，拢总有6个国家。啊，那这款标示，袂少民众讲因是看甲无啥啥。澳洲、美国、纽西兰、巴拉圭、尼加拉瓜、台湾，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来源太多了，你应该单一告知说，哦，像这个牛肉是来自于美国。 实际看产品内底的料，除了牛肉片、牛肉丸仔，阁有无汤的配料等等。来源标示有几哪个国家的，哪一项产品？亲像这款小胖狗顶悬标示的肉片来源，嘛有几哪个国家？民众讲看起来袂输联合国，嘛法老讲无法度互消费者正确的资讯。安尼台中市食安处车到去现场稽查，要看这产品内底的料和标示敢有对同。该产品含有牛肉、牛肚、牛肉丸及牛肉汤底等内容物。 使用多种的牛肉可食部位原料制成，涉及多个国别。初步了解，该产品为各分公司制作贩售，汤底及标签则由高雄的总公司提供。其实写那么多都不重要，重要是那个厂商到底有诚不诚实啊？你写那么多，你要造假也是一样造假，有用吗？ 卖场无进一步回应，食安处表示，初步了解产品内底的料是无共分公司制作的，会查清楚这标示的内容和实在来源敢有共款。若准产地来源标示无老实，就会照食安法的规定，罚4万到400万。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。